有民間團體出來開記者會，講有人呢是長期安尼飼這個浪動狗，造成這個狗仔呢掠車，也是講咬人，甚至互人絆倒的事故，這是常常聽到。所以要求長期飼動物的人，就要來負責任，唔通讓這無辜的民眾來承擔風險。頂一日，彰化有一個76歲阿嬤在做事，說互3隻狗仔咬規身軀，超過200外打着傷，但也引起民團質疑。若無主人的浪動狗甲人攻擊，責任要算誰的？甚至嘛有人長期咧飼浪動狗，說互狗仔自責，造成虐車、咬人、甲過路人絆倒的事故。他只要說他為了讓，他不是他的狗，那他就可以免除一切的責任，那這個是不對的。所以我們就覺得說，其實應該是要去做這個從寬的飼主認定，對於飼主責任的認定依然是相當的不足。台灣近5年來，每年都會有2500件到3000件左右因撞擊動物而致人受傷的交通事故。民團拜五佇立法院開記者會，提出3項訴求：長期飼浪動動物的人愛負責任，若無認定出代誌，農業部就愛賠。另外，嘛要求加編列預算處理浪動動物造成的生態損失，唔通讓無辜的民眾承擔風險。一部分的人持續的餵養，然後擴大流浪動物的一個族群，然後另外一部分的風險，它所造成的風險跟後果，卻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的。不過，嘛有反對的動保團體認為，做志工救浪動鳥狗，說互人認定愛處罰是好心互雷針。拜五下晡會組織佇農業部的頭前，要求把責任的歸屬講互清楚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